剩无到一个月时间，巴黎奥运就要开始啊！中华奥会今公布代表团的服装。另外，咱的霹雳舞选手孙静以比赛总积分60分，摕到参加巴黎奥运的资格。 选手穿全新的中华代表团的团服是真水气出现。巴黎奥运倒头算一个月，中华奥会日是公布代表团的团服，选手徛起咧春等台等气势。有选手讲，这比因徛起咧比赛擂台顶搁较紧张。咱的中华健儿拢准备好啊！中华奥会含岛的不体育署，奥运备好，希望因替咱拼公赢。东京奥运可以拿到12面奖牌，分布在10个项目，我相信这10个项目都有机会 获得奖牌，甚至金牌。咱的代表队嘛传出好消息，霹雳舞的好手孙静，伫奥运资格的系列赛上尾一场的布达佩斯站的比赛，虽然伫16强小组循环赛输啊，同款以排名第15名，摕到积分26分，加上进前上海站的积分34分，以总积分60分，摕到巴黎奥运的门票，替台湾创纪录。 希望他能够再降个1.5公斤，减少他膝盖的负担，还有手腕的负担，跳舞的线条也会比较好看。他的心肺的输出，高强度短切的状况之下，可以恢复能力比较好。第五又有选手入选为这个巴黎奥运的一个选手。射箭事实上奥委会还没有公布，但是我们有6位选手取得资格，至少16项的运动项目，然后 目标大概有58位到60位的运动选手。我前陪孙静伫布达佩斯的教练第三点表示讲，巴黎奥运第一摆甲霹雳舞放入去，不管查甫查某的选手，拢敢若有16个参赛名额。孙静一路拍拼，总算有回报，得到这张门票是真无简单，会继续加强孙静的相关训练，拍拼伫奥运内面为台湾拼公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